其实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的人，大学的时候我是不太讲话。应该是起头从高中老头台红开始讲，就是我的世界大了很多了。说起来从运动浪漫，然后可是它有点一步一脚印，指挥你需要有生命的历练。一个指挥在音乐会的时候，他是唯一在台上没有发出声音。指挥是去处理人的一个艺术。竹东是从伊是信竹天二台的进，吼，咱是客家种，吼，台下是讲客。今天哦，台湾的学音乐的时节，小提琴班规部是无三杂要来吼，所以你问伊看过，大半个爸爸突然伊上课8年的小提琴哦，去隔壁邻居讲哦，这样的啊。所以你都有作曲家莫扎特、贝多芬、舒伯特，你都还从小时从应该系偏右用，吼，当然的，可是偏右吼。今天我在曼海的剧院要演出的是华格纳的最后一部歌剧《帕西法尔》。那尤其是在曼海这个地方，这个制作已经是65年的历史，有点像是一个朝圣的一个机会。我有几次带 NSO 出国嘛，今年到欧洲去，我这个感触很深啊。音乐是最快的，语言分中文、德文、英文，那个沟通是很困难的。音乐就是一个音下去，那个胜过千言万语。我觉得挫折是一定有的。人被感动到的时候，那个东西是力量非常的强，那不是言语能够讲的。每一个人心里一定有一份对音乐真正的爱。一个指挥站在前面，你就是要把那个东西激发出来。还用音体引导，然后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定义外边的东西，然后是音乐会期间一直思考口业动作哈，完全把练习的时候讲过的东西辩证诠释哈，对音乐的爱还有他们的能力能够发展到一个极致。你如果真的爱的话，你 somehow sometime 你会某种方式得到报偿的，可能是你现在看不到，那可能是跟你现在想的你得到的报偿不一样。当你真的越来越成熟用心的话，你有一天你还是会觉得一切都值得。应该许多音乐走在绕莫肯让里面，通常我会透过来感动我带动肯哈。音乐家就是他需要的字很少，你只要好像点火一样哈，点燃了，那只需要一个症结的关键字，他其实第一了解。1, 2, 3。所以作曲家也都需要一个演奏的人，让他的作品真的生命出来。所以我觉得演奏的人是再创作者。我觉得我家乡就是有音乐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，而最深的抵触，台湾永远是我的第一故乡。